台北捷运的淡水信义线今仔日早起有一台列车出现车门的警示，这行控中心是赶紧安排旅客来搬车，后手营运是正常。也那目前这捷运公司是有推出 AI 的侦测系统，那准这车厢内底旅客行为异常，影响到安全，这 AI 是会当即时来侦测甲通报的。警报声大响，透过车厢的点样机 AI 侦测和判断旅客暴力攻击的状况，马上通报示警，这是无期的冲突画面。把这个科技业者共同打造的第一个 AI 收费列车正式上线，透过人工智慧技术，目前10多种车厢内异常情景，来提高车厢安全。比如说快速移动，那或者是说有对峙的情况，那系统会把它认定为异常状态。那在1秒之内，它画面跟警音都会传到驾驶室的行车专员。在3年前，我们的精准度大概是在85%，那相信我们在这个导入之后，很快的我们就会提升到95%以上。研发过程透过具体判断来训练 AI 精进侦测能力，除了异常行为，也可能监测人际状况。第一列车收绑了后，应加速前行流程，提高作业效率。这 AI 收费列车今日淡水信义线咧驶，这到站的显示器也升级，好旅客别错过到站信息。突发状况，有些人不知道东西在哪里，怎么样按的话，这样会比较好一点，对乘客比较有保障。弱势者还是很多啊，如果要的话，必须要每一台都要有这种作用，我觉得啦。笔者表示，所谓列车核心是边缘计算技术，在列车无换硬体设备情形之下，未来继续引进创新科技，因应场合需求来提供服务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